这里是秦家。5年前，我这是……如果我假装从这楼梯摔下去，你给我永远滚出秦家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被同父异母弟弟陷害的那一天。秦良，你就是个乡下村妇生的贱种，有什么资格和我一样做秦家少爷？奉劝你识趣点，赶紧滚！秦良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信不信我假装从这楼梯摔下去，你马上就会被赶出。不用装，我帮你。阿成，阿成，来了，都来了。秦良，你怎么敢？姐，爸妈，你们别怪哥哥，哥哥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苦，有点怨气也很正常。阿良，你妈去世，阿姨看你孤苦伶仃，好心把你接回秦家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你还有脸提我妈？当年你小三上位，现在都装起来了。你怎么？阿良，你听谁说的？这些都是外人的挑拨，你可千万不能信呐！是吗？够了，秦良，还不过来给你弟弟和陈阿姨道歉？道歉？我呸！去你大爷的！混账！怎么跟你爸说话呢？爸，你还配当我爸？当年是我妈砸锅卖铁供你进城打拼，结果你风光了没几天，就另寻新欢，把我妈气得落下了病根儿。等我妈走了，你又假惺惺的把我接回秦家，哄骗我为你当牛做马。秦天雄，你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吧？你，秦天雄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有你们秦家，在我眼里屁都不是。往后我宁愿回老家种地，也不会待在你们家，恶心。逆子，滚了就别回来！说的这么硬气，不还是想着秦家的家产吗？秦天雄、陈丽娟、秦城、秦嫣然，害死我妈的，你们每个人都有份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好，逆子敢威胁我，管家！在。传令下去，整个江城封杀这小子，不允许任何行业给他工作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秦家的支持，他能挺几天。上一世，我被秦家人伪装的亲情打动，心甘情愿替他们当牛做马，临死才知道自己就是他们的工具。这一世，我一定不会重蹈覆辙了。爹，恭喜宿主激活复仇之心，系统觉醒。系统？我操！这重生加系统，那我不是无敌了？本系统为种地系统，绑定奖励2亩良田已发放，位置位于新河大道。新河大道？那不是寸土寸金，一块地皮可以炒到上百亿的市中心吗？不是，这俩能是一个画风的呀？市中心寸土寸金，各方势力狗脑子打出来的商业地，我竟然拿来种地，这不纯扯淡的吗？爹，宿主在2亩良田上种植任何作物，都能在短时间内成熟。每种作物一旦成熟，将会结出不同果实，敬请期待。
那系统这意思，这地里种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玄机？ Great！ 我妈生前还给我留了些西瓜种子，不如先种到这儿试试。挖个坑，埋个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。丁，西瓜种植完成，总共36株，生长周期13小时，果实成熟时间15小时后。什么？15个小时直接成熟？就算是揠苗助长也没这个速度啊！温馨提示：宿主在种植过程中通过除草、开垦、浇水、除虫等一系列种植行为，都有可能提升作物的产量，缩小培育周期。照这么算，就算这地里长出来的果实没什么特殊的，也能1天1茬多，也相当吓人了。这还只是西瓜，这要是这地里种点水稻、小麦、人参什么的，也像这样的话，丁，宿主灌溉加快生长速度1小时，宿主除草增加1%产量。果然有用，继续。我靠，这1夜的时间就长成这样啊！这儿好像有个熟的。我去，是实心的，里面可能都是黄金呢！东国银行投资金瓜 AU999.9，3500克，简直了！这系统简直了，种瓜得金瓜，这还只是西瓜，那其他农作物呢？比如说，种葡萄得珍珠，种辣椒得钻石，甚至……丁，恭喜宿主首次培育成功。请宿主前往市场贩卖所得农作物，完成可获得奖励。农作物？你把它叫农作物，还贩卖？哪个农贸市场敢收这个东西？任务限时3天，请宿主尽快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是我思维误区了。这任务只说卖出去，没说一定要去农贸市场啊。这上面的来路不是清清楚楚的，完全可以卖给银行啊！我，哎呀，这一个金瓜3500克，现在的金价是1300每克，这一个瓜就是400多万，而我还有这么多金瓜，发了，真要发达了！爸妈姐，我还是不放心，哥哥他都没带钱，昨晚可能睡桥洞了，要不我们还是把他接回来吧。是啊，天雄，这孩子就是嘴硬，再怎么说也不能真不管他呀。妈，小弟，你们啊还是心太善了。要我说，那小子在桥洞底下冻死才好呢。住嘴！天雄，不用说了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，没有我秦天雄儿子的身份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少爷他竟然……少爷他竟然……那个逆子又干了什么？刚才我们的人意外撞见少爷去了农具市场，买了一堆农作物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工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辆拖拉机。老爷，少爷不会真想不开回乡下种地吧？种地？他跟捡垃圾有什么区别啊？他这么自轻自贱，可真是丢人现眼啊！逆子，你是要气死我吗？
天雄，你别生气了，种地就种地呗，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呀。你懂什么？那是农民才干的事儿。他堂堂秦家公子去种地，这事要是传扬出去，我秦家的脸都让他丢光了。这家伙也太搞笑了，这下秦家的家产是我的了。不要大意，你去看看他到底想玩什么花样。好，我正好想去看他笑话。爸，我吃饱了，我去劝哥回来。就算他不肯回来，我也要劝他不要自甘堕落，让爸的名声受损。还是阿成懂事啊。爸，等我好消息。要是那个逆子有阿成1/10的出息，我就知足了。爸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阿成他可是商业奇才，去年他刚接手公司就赚了130万，他这零头，那秦良一辈子也赚不到。这样就行了。这一个瓜400多万呢，可不能暴露了。哇，怎么这个年代还有人开拖拉机上路啊？是啊，前面就是东国银行了，等卖了瓜，我就有了第一桶金，再对付秦家就有了底气。哟，我的好哥哥，你这车上拉的什么呀？西瓜，怎么了？听见了吗，大家伙？这家伙卖起西瓜了。哎呀，我说秦良，你好歹曾经也是秦家的少爷，不嫌丢人吧？啊，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少爷离家卖西瓜。别笑，我这瓜你们买不起。我们买不起啊！你这车上的瓜是金瓜还是银瓜呀？没事的话，你们可以滚了。没事儿？谁说我们没事儿啊？你这车上的瓜怎么卖呀？我说了，你们买不起。够了，秦良，你他妈少给我装蒜！来，给我切上几块，我尝尝这瓜甜不甜。哎呀！你们现在这阵仗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打算强抢我的瓜？你还来劲儿了？我就算真抢你这几个瓜，又能拿我怎么样啊？这可是你说的，希望你待会儿别后悔。什么？喂，治安官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当街抢劫巨额财物。秦良，你他妈疯了吧？就这点破事你报警啊？好，那请你们尽快出警。金城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抢劫金额数巨大，将面临2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你搞笑呢？别说我还没抢，我就算真抢了，这点破瓜能判我20年啊！还有你们协助从犯5年起步。我的天哪，我都没见过这么颠的！乡下人就是乡下人。秦良，我他妈给你脸了是吧？你信不信老子你敢打我？趁现在踹你2脚，免得你进去了踹不到。我宰了你！住手！
住手！是你报的警？怎么回事？长官同志，他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我本来好心想照顾一下他生意，买他几个瓜，他不卖就算了，还动手打人，他甚至反过来报警。我不是卖东西的，他们非要拿我的瓜，已经在实际上构成了抢劫行为。你放屁！我怎么就抢劫了啊？我是秦家少爷，我有的是钱，我犯得着抢你几个破瓜吗？就是秦良，你少在这搬弄是非，几个破瓜，你还小题大做上了。这位先生，这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，要不就算了吧，几个瓜而已，远远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。听见没有，秦良？你少给我拿鸡毛当令箭啊！小心我告你寻衅滋事啊！可我这不是普通的瓜。西瓜不都是这样吗？再贵能贵到哪儿去？我看你就是想讹我，你个狗东西！我看你就是个祸害！就是，哼！治安官同志，您可以去看看。这位先生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立案的，还是这是苏姐，怎么了？这东西哪儿来的？自己的东西，手续都齐全，您可以看看，上面还有标签。我正要去银行兑换呢。我看见了，所以说他们要抢的是你这些瓜。准确的来说，已经上手抢了。秦良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就这几个瓜，我买了还不行吗？啊，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别动！长官同志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才是受害者，是他讹我。闭嘴！苏姐，这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再动一下试试。这不可能！明明他才是打人的那个，为什么我反而……蠢货，到现在还不明白？我明白什么？长官同志，别动！你现在涉嫌抢夺他人财产，并且金额巨大。没有，我没有啊！有没有？跟我回局子里再说。不行，我爸会打死我的。还有你们，一起回去。等等，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那一打钱好歹有1万块，买他10车瓜都够了，凭什么说我抢劫？对，秦少给了钱的，为了几个瓜抓我们不服。你就1万块钱想买他这一车瓜，这不是明抢是什么？胡说八道！我那1万块还买不了他1车瓜。你这瓜难道还真是金子做的吗？你还真说对了。介绍一下，东国银行投资金瓜 AU999.9，单个价值400万，折合总金额1亿8千万。怎么会？你竟然拿了1车黄金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现在应该担心的是你要进去待几年。呼叫，我是苏倩。星河大道和南明路交汇处发生重大案件，有人抢劫黄金，涉嫌金额巨大，请求支援。
不是这样的，治安官同志，其实我和他是兄弟关系，我真的以为就是西瓜而已，所以才跟他开了一个玩笑。对，他们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这只是个误会啊！秦良，不，秦哥，你快告诉人家，咱们是自己人呢！秦先生，是他们说的这样吗？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不过我已经被他们赶出来了，现在身无分文，穷的只剩这点瓜了，没办法，所以只能拿出来换点钱花。拉了一车的黄金，还叫家里穷？咋的？这是穷的只剩黄金了？带走吧。误会呀！我要知道这是一车金瓜，我打死我也不会往跟前凑啊！这些话你留到局子里再解释吧。带走。等等，我举报，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财富？背后一定有问题，你们快查他！对，我也举报，他就是从乡下来的，怎么可能这么富？他要真有钱，我给他跪下磕头。苏警官，你信这帮蠢货的鬼话呀？秦先生，请你谅解我们的职责。你除了这些标签外，还有其他证明吗？他有个屁！你们快把他给抓了！理财产品，银行都有记录，你们可以联系银行调查。我们会的，感谢秦先生的理解。秦良，装，接着装！秦良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个乡下来的土包子真有这么多财富！秦良，我劝你赶紧招了吧！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闭嘴！银行那边的调查需要一点时间。理解。还调查什么呀？他就不可能真的有钱，他就是个……李队，秦良，收你的来喽！秦先生，您的银行理财记录已经查清，我将率队护送您前往银行，请上车。合法财产？你这金子都是真的？这么说，你真有1个多亿啊？秦良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实点！闭嘴！你涉嫌重大抢劫，带走。走。秦良，你快撤案！就说这是场误会，否则你永远别想进秦家的门。谁告诉你的？我还要回到秦家？你疯了？你真的什么都不管了吗？你真的敢把我关进监狱？你怎么跟爸交代？跟他交代？你怎么不问问他，怎么跟我交代？他有这笔豪财，我们却浑然不知，他藏的到底有多深？秦良，你别得意，爸一定会救我的。等我出来，我让你加倍奉还，你听到了吗？百倍奉还！带走。走。我操！起猛了，看到警车给拖拉机开的。这待遇，这车上拉的是什么呀？我去，这是有人要抢银行啊！我去取个钱，怎么那么大阵仗？治安官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行长？哦，是这样的，
我们是护送秦先生到你的银行来买东西。您是说你们是为了护送一台拖拉机？这上面到底是……我操！我看到了什么？整整一车的金瓜！您这是？是这样，我呢家里有些西瓜，没什么用，不好储存，还占地方，实在是没办法，所以才拉到你们银行。想着卖给你们银行，不知道你们收不收啊？收，您请进。开着拖拉机拉了一整车的西瓜到银行来卖，真是牛啊！李队，我总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劲。据我们的调查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应该没有能力攒下如此巨额的财富。我们是治安官，做事要讲证据。可是……好了，到此为止。能随手拉来一整车的金瓜，这种人物绝非池中之物，不要惹火上身。是。不让我查，我偏要查。我倒要看看这位秦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。阿成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是那个小畜生对他做了什么吧？妈，你杞人忧天了吧？那个乡巴佬算什么东西？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对阿成出手。再说了，他也没那个能力啊。也是，毕竟是个小贱种，离了秦家，他什么也不是。喂？什么？阿成被抓了！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阿成怎么被抓了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好像是阿成抢了那个小畜生的理财金瓜。这理财金瓜，那一个要400万呢，就他怎么可能买得起呢？8成是你爸偷偷留给他的，我就说他怎么可能一点不管那个小畜生。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你赶快给爸打电话，让他赶紧过去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阿成坐牢。妈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要是阿成真的坐了牢，我就跟那个小畜生拼了。嫣然，你冷静点，好好想想，要是你爸知道阿成因为这点破事进了派出所，他一定会大发雷霆。到时候他万一后悔，不把公司传给你弟怎么办？妈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们去找那个小畜生，逼他签谅解书。他能同意吗？他这么恨咱们？哼，这事儿由不得他不同意。东国银行的王行长跟我是几10年的交情了，我一句话，他一定会帮我冻结那个小畜生的理财基金。他要是不识趣，我一定让他鸡飞蛋打。妈，你还有这人脉呢，那咱们还等什么呀？赶快去找那个王行长，然后一起去找那个小畜生算账啊！哎呦，怎么会这么多呀？是啊，这么多金瓜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呀？我们这回是放哪儿啊？到时候，秦先生，您稍等，核算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你先喝口水。牛逼，真牛逼啊！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，第一次见这么豪横的。我看过了，这些都是我们银行出的金瓜，一个净重7斤，这足足1车啊！这才是真有钱啊！开个拖拉机，拉个1车金瓜来银行卖。
村长，手续齐全，编号也对得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钱先生，让您久等了，总共是1亿847万，我帮你办了新的银行卡，钱全在里面了。天哪，将近2亿的现金！秦先生这么年轻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。不错，嘿嘿，秦先生，不得不说，你真是年少有为，你一个人把我们行1个月的存款指标全都完成了。您放心，我给您办了一个 VVVVIP 卡，我们东国银行上下将会竭诚服务您。好了，整这么多虚头巴脑做什么？您太过谦了，这是我们对您这样的优质客户该有的尊敬。恭喜宿主完成第1次售卖任务，获得奖励亩产双倍 buff， 限时24小时。我操，亩产双倍 buff， 这不得赶紧回去种地？秦先生，您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吩咐我就行。不用，我着急回去种地。啊？种地？对啊，我就是个农民，不种地干嘛？秦先生，其实我有个重大秘密没跟您透露。咋的？你姥爷姓毕呀？不是，我是说我祖上6代都是农民，我干活是一把好手。您看，我能跟您回去帮您种地吗？行长啊，真是你的天啊！系统，那我那2亩地……宿主放心，您的地有本系统遮掩，在外人眼里就是正常的庄稼地，不会被发现任何端倪。那就好。既然你们银行这么热情的话，那就一起吧。好，大家把手上工作都停一停，跟秦先生回去种地。走。我操！哎呦！喏，就这2亩地。秦先生，您没开玩笑吧？这可是市中心啊！对啊，有问题啊？我的妈呀，市中心2亩地还真拿来种啊？这得是什么身家呀？没问题，一点都没问题。秦先生，您说怎么干，我们就怎么干。那就先从清理杂草开始吧。好嘞，快！除草完成，地力增加1%。这免费的劳动力，不用白不用。哼！秦良，你干的好事！哟，今天是什么风把垃圾吹来了？你说什么？秦良，我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我们今天来的目的你应该很清楚。这才有点像样。你在家装出那副贤妻良母的样子，我想想就想吐。你，秦良，看来你对自己的处境有很深的误解。你以为你爸给你留了一笔横财，你就可以在我面前嚣张吗？你以为他是真的爱你？哼，他只是有一点愧疚罢了。别以为你真能翻天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母女俩都是蠢货，以为我的底气是秦天雄给的。不然呢？凭你自己有能力陷害阿成？我劝你啊，不要不识好歹，不然我妈随时联系王行长，
冻结你的理财产品，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。王行长，害怕了吧？秦良，很显然，你根本就不知道王行长是我同学，和我们秦家有很深的合作。以你的孤陋寡闻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哼！我觉得你们说的有道理，那就请吧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秦良，你完了，跟我们斗，你也配？等等，怎么想求饶？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面对面打什么电话呀？王行长，到！金先生，你找我？王叔叔，你叫他什么？嫣然、丽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？你这……哈哈，我在给秦先生除草呢。什么？王大哥，你可是动过银行的王行长，你说你在除草？哎呀，什么行长，在秦先生面前那啥也不是。秦先生，您找我是？哦，没啥。那，把这个生姜种子拿去种吧，灌点水。哎，好嘞。来，都过来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这不可能啊！堂堂东国银行的行长，居然给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秦良，还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他还给你留了这种人脉。哼，到底是他的种。我说了，我的事跟秦天雄无关。你们有空在这跟我发癫，不如去看看你儿子，等他定罪入狱，可就见不着了。好，秦良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哼！陈丽娟、秦嫣然，你们别着急，我会一个一个的把你们都送进去，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。妈，爸也太偏心了，为了不让我们动那小子，居然连王行长都打招呼了。那毕竟是他第一个孩子，要不是咱们这么多年吹耳旁风，他也不会把他赶出家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看着这小畜生这么嚣张，看着阿成坐牢吗？当然不是，咱们要设一个局。王行长，还有各位，今天麻烦大家了啊！哎，金先生，您太客气了，我们应该是感谢您才是，在您这儿浇水除草，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时光。还得是行长啊，太会了！王行长，您放心，今天这事儿啊，我记在心里，以后要是存钱的话，肯定选你们银行。好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那我们先回去啊，慢走啊！好。恭喜宿主，第二批农作物已成熟。这么快，果然是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不知道这次能结出个什么来。我去，不是说都成熟了吗？怎么啥也没有？哎呀，懵逼了！这大蒜的果实是在地里边，又不是在外面。这是玉，大蒜结出来的果实竟然是玉，翠绿迷人，确实是小说里常见的极品翡翠。区别是，人家都是赌石赌出来的，而我这是地里长出来的。这个是琥珀、夜明珠、七彩石、玛瑙、绿石、钻石，极品，全是极品。不行，这太多了，我得用工具。
开着挖机挖浴室，我怕是第一个这么干的吧？哼！哎，齐活。对了，听王行长说最近有玉石大会，不如就把这车玉石拉回去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靠！他妈脑子有病吧？会不会开车？这是故意别车？我就说嘛，爸怎么可能真那么惯着他？看来他那个什么理财产品根本就取不出来，要不然至于开着这渣土车上路吗？嫣然，这就是你说那个乡下同学，可真够土的。可不嘛，峰哥，你可一定要帮我狠狠地收拾他。放心吧，就这种土鳖，碰上我这种豪车，碰也不敢碰，惹也惹不起。看我玩也玩死他。峰哥，别让他跑了。放心，跑不了。峰哥，还是你有本事，这简直就跟遛狗一样。其实他也好办，不管不顾撞上来不就完了吗？可就我这车，他敢吗？他敢个屁！借他几个胆，他都不敢。你们想死啊？小子，老子就别你车了，怎么了？他妈你开个破车占着车道，刚才等红灯的时候，老子在你后边，他妈不麻溜了闪一边去！这路是你们家开的？哼，是不是我们家开的？你管得着吗你？老子他妈就别你了，有种你撞我呀！告诉你啊，老子这车500多万，就算把你卖了，连车轱辘都买不起。这次呢，就算给你长一教训。记住啊，以后路上再看见这种豪车，有多远他妈滚多远。这500多万的跑车，真是一台好跑车呀！峰哥，你别跟他废话了，继续玩他，我喜欢。好，都听我家宝贝儿的。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既然你们不要命的话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他妈的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啊！这小子还装上了，玩死他！对，玩死他！看到了吗？这就叫豪车定律，没人敢碰咱们。咱们在路上就他妈是大爷。那当然啦，你开500万的跑车，开渣土车的他只会有多远绕多远。不好意思啊，没刹住。哎，这跑车冒烟了呀！这么严重啊！这下渣土车可完蛋了。是啊，就算人没事儿，这车这么贵，他咋赔得起啊？你他妈想弄死我啊你！秦良，你怎么敢？不好意思，这车太重了，刹不住。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现在就报警！你敢撞我的车，我让你赔到倾家荡产！你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！
你就在这等着警察过来吧。你等着，我非得让你坐牢。坐牢啊？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。你们是想用这种方式跟我交易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把你们撞死了怎么办？你没撞死你，可惜了。不可能，他以前不是这么可怕的。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等等，又是你！苏警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不会又搞了对金瓜吧？放心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玉石，至少比金瓜贵10倍不止。那就好。所以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啊？是他追尾我们，他要撞死我们。是啊，治安官同志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你瞧瞧我这车都给我撞成什么样了！我这车可是价值500多万，全球限量款，现在500万都买不来了。抓了这小子，必须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你不是算计阿成吗？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是他们说的这样吗？我车上有行车记录仪。切，听他吹牛，就他这破车还有行车记录仪，我信他鬼！治安官，你还磨蹭什么呀？赶紧把他带走啊！必须让他坐牢！我的车都废了，这事儿要是解决的我不满意，我连你们一块儿告！闭嘴！这出事故你们全责。啊？凭什么我全责？凭什么？故意别车危险驾驶，你不止全责，还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拘留你是跑不掉的。你们弄错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是他追尾的，他撞的我们，他差点把我们撞死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怎么当？抽烟？不用。那这个同志，这个事故视频能方便让我看一下吗？可以。这不对吧，同志？我强行变道没错，但是这大卡车明显可以刹住车，最后还是撞上了。所以这起事故怎么着，它也是一次责吧？凭什么算我全责呀？睁眼说瞎话！这渣土车明显有刹车痕迹，这监视视频里尾灯也亮起了。是，这大渣土车确实有刹车动作的，但明显压根儿就没有积极刹车呀，它的刹车动作根本就没有达到正常的刹车效果。我看这小子80%就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像渣土车这种危险车辆，按照规定是要强制检验的吧？如果它的制动系统不合格的话，这属于车辆本身就有问题啊！是他车子有问题，我们才是受害者。这样吧，这件事呢，咱俩各负其责。我呢交罚款，你把我这车给赔了，这事算了了，怎么样？这家伙都开渣土车了，哪来的钱赔跑车？他完蛋了！开跑车的够阴的呀！是啊，这不就冲着让人倾家荡产来的吗？是啊，这小兄弟完了，这种跑车呀，他下辈子都赔不起。你们确定这事故责任要这样搞？怎么着？不服气？不服气你可以走法律程序呀。秦良，我劝你还是抓紧认了吧，我们秦家的法律资源可不是你能想象的，继续纠缠下去，你只会更惨。行，次要责任是吧？我认，但我有个问题，我撞了你们的车，我赔，那我的损失是不是也该由你们承担？啊？秦良，你还真承认了，你真是个傻。行，很明智的选择。来，拿钱吧。秦先生，这没事。我说，你们俩听话听半截呀。我的损失，你们也得赔偿。
行，我赔。怎么着？你这渣土车掉漆了呀？行，大不了我给你整车做个漆不就完了吗？别说是做漆了，我们重新给你买一台渣土车都行。这小伙子是不是傻呀？没见过这样的呀！人家什么车，你什么车，你跟人家对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这车你们撞散架了也没问题，几十万而已。我说的赔偿，是我车斗里拉的货。不会吧？又来？嚯，你车里拉的什么东西啊？峰哥，你问这干啥？他一个渣土车里面能拉着金矿吗？秦亮，我不管你这车里拉的是什么东西，我们照价赔偿就是，该多少咱们就按照多少算，我们1毛钱都不会少你的。行，那我们就不要耽搁了。苏治安官，麻烦你尽快出一个事故认定书，我们直接签字。好，给。秦良，你还真是愚蠢呢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把你拿下了。现在你要么赔钱，要么就乖乖的签谅解书，把阿成放出来。放他是不可能的，不过我可以把你送进去陪他。秦良，你疯了吧？就你还想把我送进去？你简直是……哎，等，你车里到底拉的什么东西啊？想看呢？行，反正你都要赔钱，等着。峰哥，你慌什么？他那破渣土车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我看啊，就是一堆渣渣在这故弄玄虚。我操！这是玉，这他妈都是玉啊！哦，上次是金冠，天哪，这次是玉石，你到底什么背景啊？你不是要我承担责任吗？行啊，你那500万，我随时都可以赔给你。这些玉的损失，也请你一并赔偿吧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这都是假的吧？这都是铺在地上的工艺品，对吧？你觉得像吗？他们给吃了！喂，我操，这么生猛吗？狠人啊！不错，很果决。但是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事故认定书不只有一份？给我！这位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如果吃了这玩意有用的话，要我们治安官做什么？不可能，不应该这样的。你不是说这小子是你们家从乡下接过来的垃圾吗？他哪来这么大一车玉啊？我不知道。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那个最便宜的玉，就算是赔钱，也赔不了几个钱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对，哎呀，说昏头了，这肯定都是人工仿制玉。嘿嘿，你别想唬我们。我猜到你们会这么说，所以我联系了玉石协会的大师，让他们来现场做个见证。玉呢？哎，你看哪儿有玉？专家真来了啊！是啊，这都大师啊，这可都是玉石协会的专家呀。齐大师，这枚玉本来是要给您的，可惜啊，因为他俩的破事儿撞碎了。
是上好的和氏玉，是秦皇制作和氏璧所用。这稀世珍宝就这么碎了。曲大师，您没开玩笑吧？您说那是那传国玉玺？开玩笑，这事儿能开玩笑吗？这块玉至少价值上亿呀！什么？上亿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混账东西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你们就一块玉，就让你们慌成这样啊！各位大师，我这还有一大车呢，请各位大师帮我鉴定损耗。这是白玉吗？这么极品的白玉，一点瑕疵都没有。哎呀，这是鸡血狮王，纯的一点瑕疵都没有，真是极品呐！7种颜色同时出现在一块玉上，哎呦，我是不是瞎了？羊脂白玉、翡翠、绿松、青金啊，还有极品帝王绿，这一车都是上品稀罕物啊！峰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！这都是你害的，都是误会，哥不，爷，都是误会，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我放了吧，你就把我当个屁给我放了吧。你觉得可能吗？不是爷，您饶了我吧，我求您了，我向您作证，都是这个女的挑拨的，咱俩之间没有恩怨呢，对不对？峰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可是你的什么呀？你给我闭嘴啊！咱俩还没确认关系呢，就算咱俩有关系，咱俩现在也分手了。还真是大难临头各自飞呀。不过你想多了，你们俩今天啊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哎呀，完了，全完了！这下老实了吧？刚才那么拽，要不怎么说人呢就不能横？这下咋样？吓尿了吧？苏长官，现在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他们已经构成了严重损害他人财物罪。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。你们跟我回去吧。如果后续验证属实的话，你们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是吗？坐牢？不，我不要，我绝不坐牢。放心，秦嫣然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把你爸、你妈送进去，一起陪你。你是人是鬼？秦良，咱们走着瞧。你这样嚣张，爸绝对不会容忍你，你的下场只会比我更惨。带走，给我走，走。秦先生，这玉都是你的？嗨，祖传的，这不没钱花，拿出来卖了。又来了，你不装会死啊是吧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给秦先生搬个椅子过来呀！老齐，这哪来的椅子呀？把车座拆下来搬过来，怎么能让秦先生站着呢？去！稍等片刻，马上就搬过来啊！太客气了。秦先生，您坐，坐。快坐。秦先生，您累了吧？我给您按摩按摩。这还是那些鼻孔朝天的鉴宝大师吗？在一个大马路上对一个年轻人大献殷勤，我一定是疯了吧？哎呀，齐大师，您这年纪都比我大了，就别遮煞我了。有什么事您直说。那行，秦先生，您这车玉能不能卖给我们玉石协会呀？价格好商量啊。这个嘛，秦先生，
您这个玉啊，一定要卖给我们。要是以后见不着这么上好的玉，我们都不想活了，是吧？是。齐大师，你这太过了，堂堂大师跟装孙子似的。装孙子？对呀，还有这招啊！你就答应孙子吧！这不是……哎呀，这帮大师也太热情了，谈笔生意非要送别墅。不过这地儿确实不错，正好我有个落脚的地方。秦先生，玉石总额估值明天就能出来，到时候咱们立刻签合同，千万记得呀！知道了，别心急啊。哎呀，齐大师，我都说了，别心急。苏警官，你这是？啊，秦先生，您现在方便吗？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。那您先进来吧。嗯。坐。秦先生，您说。我就直说了，我想问问那个和氏玉能不能卖给我们呀？啊，你们是想复刻传国玉玺啊？嗯，那是上面的意思。我们都听说传国玉玺早已遗失，无法复制。上面也是听说你有那和氏玉，虽然碎了，但是……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觉得那枚玉还是算了吧。哎，秦先生，这……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是觉得那块玉已经碎了，你还不如挑一块新的。什么？那你觉得这块怎么样？不行啊，那你等等啊。哎，不是。随便挑一块。秦先生，这些都是和氏玉。哎呀，都是我祖传的。失传这么久的和氏玉，你手上居然有这么多呢！哎，这下你可以回去交差了吧？能，秦先生，我太谢谢您了。秦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我太激动了。哎呀，没事，赶紧拿一块回去交差吧。不行。怎么？这是和氏玉，价值连城，我不能这么拿走的。嗨，我当是什么事儿呢？这又不是你自己拿，这是为中国文化做贡献。再说了，我也想看看用和氏玉还原出来的传国玉玺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秦先生，我代表东国官方感谢您的贡献。哎呀，喂，李队，我完成任务。什么？秦城和秦嫣然被保释了？爸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那个小废物差点害我牢底坐穿。
哥哥这次真的太过分了！都给我闭嘴！两个废物，知道我花了多大的代价把你们捞出来吗？天雄，两个孩子刚回来，你也别吓着他们了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你也有责任。我？对啊，爸，就是你嘛！要不是你瞒着我们，给了他那么多资源，我怎么可能被他阴了？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给他资源了？爸，你说什么？不是你给他的。所以我说你们蠢呐，到现在都以为是我在偏袒他。哎，这小子是他自己深藏不露，连我都万万没想到。爸，这么说，那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？不可能！他一个乡下来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底蕴？天雄，会不会是你弄错了？再怎么说，他也不可能藏得这么深。会不会是他买了一些假货，买通了一些人，混淆视听？老爷，不好了！官方通告，感谢大少爷捐赠的和氏玉呢。啊？什么？近日，爱国人士秦先生获得一块和氏玉，对官方进行了捐赠。据悉，该和氏玉价值高昂，与史上记载和氏璧同出一辙，甚至更胜一筹。经过官方探讨决定，该和氏玉将用来……我去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竟然是和氏玉！厉害了，这位秦先生太厉害了！我佩服，我要是见到这人，铁定对他说一句牛逼！牛逼！将会再现踪迹，这对于我国文化将有重大意义。现在你们还觉得他是弄了一堆假货糊弄人吗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呀？他要真有这种底蕴，干嘛一直藏着呀？天雄，这事儿你可不能不管啊！怎么，终于不装你那贤妻良母的样子了？天雄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可是你想想，他都当众离家了，肯定恨透我们了。再说，他妈当年的死……够了！司徒老爷子最近病了，等过2天他病好一些，我去一趟司徒家，跟他们谈谈。有钱不算什么，没有权利，终究是沦为别人的猎物。我说系统啊，你能不能干脆点，让我把所有农作物的种子都撒进去看看？不行，当前2亩良田只能支持最多2种农作物同时存在，否则将互相争抢养分，从而颗粒无收。哎，罢了，2种就2种吧，等我多种点。你升级之后是不是就好办了？是的，升级之后，本系统将解锁更多功能。这算算时间，这批农作物也差不多该成熟了。让我看看，都长出了些什么。我去，苹果手机！系统，你现在是连演都不演了，农作物直接长成电子产品了都。还是最新款，数码相机、电子手表、智能音箱，这哪是种地收获果实啊？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逛了什么电子市场呢。哎，系统，这些东西虽然有趣，但是它不如玉石值钱呀。请宿主继续收割。希望另一片地里面的秋葵别他妈的种出来也是这种东西，要不然我也别种地了，直接转行卖电子产品得了。这是恭喜宿主收获先天百草丹，食用之后可缓解疲劳，包治百病，延年益寿。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都冒出来了，
那接下来是不是要种出一些什么长生不老药了？恭喜宿主完成3次丰收，获得系统空间奖励。系统空间，好东西，收。嘿，哎呀，这下方便多了。接下来应该种一些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，没准能长出更好的东西。哼。好了，剩下的就是等待收获了。这玩意儿也得利用起来。我记得前世江城最需要这东西的人是……有了！这人疯了吧？包治百病都敢说？就这骗局，谁信谁傻。这位先生，你这旗子上包治百病是真的吗？司徒家大小姐，江城全市最盛的千金小姐，前世只是看过照片，这世总算见到真人了。对啊，怎么，你得病了？哎，你再敢乱说，我把你舌头割了啊！你要再敢对秦先生不敬，我先把你的舌头割了。王行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听说秦先生您在这儿吗？我来碰碰您的生意。行长的舔功一如既往的猛啊！那可不行，我这是治病的生意，你又没得病。你真的能治病？我的小姑奶奶，你真信这街上有高人呐？这就是骗子啊！死马当活马医吧，现在只要有一点希望，我就不会放弃的。是这样的，我爷爷得了怪病。医院束手无策，找了不少老中医也没有办法。你真的能包治百病吗？你爷爷具体什么症状？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还有……那就吃这个药，一粒下去绝对药到病除。我还没说完呢。除此之外，他身上还长了很多小红斑，现有的医学条件完全查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。这样啊，那还是吃这个药。什么病都只吃一种药，你当你这药是仙丹呐？还骗人，你也长点心吧。这年头的骗子手段也太低劣了。就是，好歹编点话术吧。呸，恶心。秦先生，您要不认真点儿，这也太……我这药啊，信则灵，你到底买不买？你这药多少钱？大小姐，我都说了，这就是个骗子，问都不问清楚就胡乱开药，能是什么正经人呢？够了，我相信我的直觉，这位先生不是一般人。我这药50万一枚。秦先生，这个破药丸卖50万，你会被告的呀！我卖的是真药，谁会告我？哎呀，这大小姐，这人就是神经病，我们走。好，我买了。这也行？大小姐，您疯了！哎，50万就买个这？没有底气的骗子，不可能这么镇定。我信你，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这药没有用，我随你处置。记住你说的话，我司徒家言出必践。秦先生，你还是赶快跑吧，那可是司徒家江城第一家族。没事儿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全家齐出动前来感谢我的。啊！哎呀，老爷子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可不能死呀！阿兰，你跑哪儿去了？爷爷都已经病重了，你还有心思朝外边跑？我去找药了。你求什么药？胡闹！好了，阿兰也是为了我好。我这不是还没断气呢吗？也算是
见了最后一面了。爷爷，不许你这么说，这是我找来的神药，您吃下去就好了。无数名医都束手无策，这小东西能治爷爷的怪病，我看你是疯了。这药真有用。有用，卖给我药的那个人说了，药到病除。好，爷爷试试。老爷子，这好了，都这样了，万一有用呢？我老头子也想多活几年。阿兰，把药给我。胡闹，真是胡闹！爷爷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我……你看你干的好事！老爷子，你坚持住，我们这就送你去医院。不用了，我感觉我好多了。怎么会？完了，老爷子这是回光返照了！少在这儿哭丧，老头子我好着呢。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下，老爷子的力气，这没道理呀！怎么，你想看着老夫死啊？没有的事儿，爸，您别多想。是这个药，我就知道，那个人眼神清澈，气质不凡，绝对不会是骗子。这药真的管用，可是老爷子的病难倒了无数神医啊，这小药丸就给解决了。医生，快给老爷子做个检查。哎呀，医生，我爷爷怎么样？这奇怪了，老爷子没事儿了，而且像年轻了20岁。好孙女，爷爷的好孙女，快给爷爷说说，你怎么得来这种神药的？花了多少钱？5000万还是5个亿呀？是50万。什么？治好老夫这条命的神药居然只要50万？不行，这人情欠大了。乖孙女，快带爷爷去见他，爷爷必须当面道谢。可是老爷子，秦家人约见您，已经在外面等了很久了。您一直病着，所以才……让他们继续等着。所有人，跟我一起去拜见神医。走。这等的也太久了，这司徒家到底想不想见咱们啊？闭嘴！这可是江城第一家族司徒家，我都不敢得罪，你怎么敢乱说话？是，爸，对不起，我不说了。阿成以前那么乖巧懂事，看来都是装的，现在全暴露了，根本就是个草包。跟秦良一比，李管家，司徒老爷子病好些了吗？是这样，我约了一位神医。谢谢秦家主的好意，不过不用了，我们老爷子服了一位神医的药，已经好了。司徒老爷子病好了？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当然了，这不老爷子下令让咱们全家上下都去感谢人家呢。司徒老爷子带全家人去拜谢，这阵仗未免也太大了吧？秦家主大概是不知道，我们家老爷子的怪病啊，其实已经没得治了。医生说，大概也就这几天。谁知老爷子一服用那药，立马生龙活虎，跟年轻了20岁似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信，但就是这么神奇。哦，对了，大小姐说
那位神医好像也姓秦。秦家主，不会是你们家的人吧？啊！李管家，你就不要打趣我们了。这样的人物要是在我们秦家，我们早就供起来了。也是，不过秦家主啊，我们家这阵子可能都不太方便，你要谈事情啊，还是等一等吧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感谢李管家。好。爸，真的假的？一颗药能把死人救活？这是什么神医啊？爸，咱们要不要去攀攀关系？刚才那个管家说了，人家也姓秦呢，没准真和咱是亲戚关系呢。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不过此人救活了司徒老爷，往后一定一飞冲天。这样，我们跟上司徒家的车，想办法去认识一下这位神医。等咱们攀上那位神医，秦良还算个屁呀！到时候我们随手就可以捏死他。秦先生，真的得跑了。那司徒家的手段你不知道，不是？好了，你这都说了多少遍了？坐下喝茶。哎呀，这估摸一会儿啊，他们就该来了。这小子绝对疯了，骗了司徒家还不跑，还要人家来道谢，简直倒反天罡。司徒家真要这么干，我钱都给他，再当场给他磕一个。司徒家家主司徒胜，多谢小神医救命之恩。司徒家家主司徒胜，多谢小神医救命之恩。老爷子，您这可是折煞我，快请起。小神医哪里话，如果没有您，老夫这条命可就没了。这是300年人参，是我司徒家的珍宝，送给小神医。人参呐，你这什么语气啊？这可是我们司徒家的镇家之宝，拿出来给你，你还……住嘴！小神医，这人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是……算了，毕竟也是您老的一番心意，我就收下了啊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就是这么多。我没看错吧？司徒老爷子前来送礼，送的还是镇家之宝，秦先生居然有点看不上。毛头小子一个，还挺会装。秦神医，其实老夫这次来，除了感谢你之外，还有一事相求啊。老爷子是想找我买药？对，老夫有个老朋友，是江城城主，他估摸着也撑不了多久了。我想着我都能康复，更何况他呢？所以，行，没问题。小神医，你都不跟我谈谈条件，就把这样功效的逆天神药给我了？那50万一枚，童叟无欺。真的才50万？50这么贵啊？50万！小神医，这药功效你知道吗？这可是……知道啊，不让我卖它干嘛呀？知道你还卖50万，你就没想过借此挣钱吗？我赚钱的方法多了去了，而且这还是救命药，能卖便宜些就卖便宜些吧。老爷子要是有其他病友的话，也可以推荐他们来我这儿买药。秦先生，让老夫羞愧了，老夫代千万疾病缠身的患者向您致敬。客气了，请起。秦先生，你真了不起。是我误会这位神医了，他才是真神医呀！神医啊，对不起，我给您磕一个吧。我也可以啊！各位别，秦神医，就冲您这份胸怀，
我也不能让你亏了。这卡里有10个亿，算是2粒药的钱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不然我和我爷爷都不会安心的。好吧，那既然你们给了这么多钱，我也给你们一点好东西。好东西？秦神医，你就有点小瞧我们司徒家了吧？你能有什么宝贝，能让我们司徒家看上？秦神医，这回礼就不必了吧？行了，不必多说了，东西在我家，我现在就去拿。请。秦先生，等等我！神医呢？神医在哪儿呢？不就在那儿啊？哇，你看，请他上车了。是啊。哇，哎，还是晚来一步。爸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小神医的背影有点像是秦良？嫣然，别胡说。就是，人家可是司徒老爷子请上车的贵宾，怎么可能是秦良那个乡下土鳖？也是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爸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再跟上去吗？那就太刻意了，反而适得其反。就让那个小畜生再逍遥几天。秦先生，这是你的地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秦先生，这儿可是市中心，寸土寸金的市中心，你居然在这儿有地？嗨，先别吃惊，一会儿啊有更吃惊的。那这个就是我的回礼，老爷子拿回去补补身子。秦神医太客气了，这还……等等，这是……哎呀，这人参至少1000年往上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哪有这种的人参？这成精了呀！天哪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血参？我明白了，难怪咱们送礼的时候，秦先生是那副态度。原来这东西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值一提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小子，不，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秦神医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种出来的？对啊。枉我司徒家把300年的野山参当个宝贝，你却已经能人工培育出媲美1000年人参的血参。哎，是我司徒家贻笑大方了。老爷子，您别这么说，其实我有件事儿想请您帮忙的。哦，秦神医尽管说，我司徒家上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用赴汤蹈火，我看你们开的那大计保时捷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你不如拿给我，帮我耕地，松土。拿这种豪车松土，不错，就这样，继续耕。我的天！我的老天爷啊！我到底看到了啥？拿上千万的豪车耕地，这秦先生简直是……秦先生，牛逼呀！宿主精细化耕地，产量增加30%。还有那头呢？产量增加，生长时长减少20%，增加特殊产出概率。他妈的，真爽啊！嘿。老李头，李老头，怎么了？这么吵？你是人是鬼啊？我当然是人呐！
害怕啦？别惊讶，你也会好的。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了。司徒老爷子，这这怎么了？你个老鬼，你想呛死我呀？哎，我这声音怎么中气十足的？起来，走2步。走个屁！就我这身子骨，这，哎呦我去！神了，神了呀！老鬼，你哪儿找的这神药啊？这就惊呆了，再让你看点好东西。哎呀！我的妈呀！小神医送我的，你别抢。小神医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孙女啊，那天去逛街，然后呢，就这样。这世上居然有这样的奇人！是啊，不行，这次我得亲自前去感谢呀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下次咱哥俩得整点好东西。你想，人家救了咱俩2条命，又回了那么重的回礼，我们这份恩情不能忘啊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得准备一份让他足够惊喜的大礼。我有个孙女儿，特别漂亮。哎，不行，我孙女预定了。好你个老鬼，这么牛逼的人物，你说预定就预定了？啊！我这就给我孙女打电话。你敢？老鬼啊，那这次咱俩就比一比，看谁送的礼物能让小神医满意呀！比就比，咱俩的权势加起来，跺跺脚，这江城就得地震。小神医如果得了咱们的礼，那以后在江城足以横着走。没错。大晚上的，别感冒了。恭喜宿主，另一批农作物已成熟。我记得这一批种的是丝瓜，不知道能长出什么。这是文件袋，这是什么鬼？系统，你越来越会搞事情了。汽车销售合同，我勒个去，就是这东西。购车合同、保险合同，还有购车发票，手续十分齐全，这可以直接去提车了。等等，这儿至少有几百个果实，也就是说，这些合同在手，就意味着我是一下子横扫整个七宝城。宝马、奥迪、保时捷、三叉戟、帕加尼、兰博基尼，还有蓝妹，10几个亿一台的车。恭喜宿主，不止横扫汽车城，还是横扫各大品牌的汽车城。
种子，你还会提供情绪价值呢。不过你说的对，这些合同在手，我会成为全新的汽车大王。巧的是，上一个被称为汽车大王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秦天寻。恭喜宿主，可以开始最后的复仇了。那就开始吧。拖拉机怎么上道了？哎，我劝你啊，别这么干。你看见那个大斗子了吗？那里面的东西，你要是碰一下呀，大一辈子。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第一次是金瓜，第二次是玉石，这次又是什么？张扬的你就。妈呀，母老虎苏姐还有这一面呢！苏警官，这么巧？刚好我在附近执行任务。对了，你这是？好，去提点车。哎，正好，你警局是不是还缺车啊？我提一批捐给你。啊？这车太多了，一家家来吧。这是我们最新款的，您看这个流线。你好，请问，先生，您看这家 4S 店，我替您经营的还可以吧？还行吧。原来这儿也是秦家的产业呀，那倒正好。白经理，秦少，您吩咐。我问你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我们店看车吗？秦少，我错了，我马上处理，马上处理。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一个开拖拉机的能买得起宝马吗？赶紧滚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哎，滚嘛！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……哎呀，这人干嘛呢？我是吵什么呀？嚣张了吧？秦城，出息了，还敢用这眼神看我，不怕我再把你送进去了？秦良，你唬谁呢？这家店是我们秦家名下的 4S 店，是我的地盘，在这儿，是龙得盘着，是虎得卧着。我让你滚，你就得滚，懂吗？行，这么横啊？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来提车的呢？秦良，你当我傻呀？这家店是我在管，我可不记得有你这么号人今天要来提车。再说，车子得先买了才有资格提，你个开拖拉机来的，只怕一辈子都买不了车吧？就是啊，这穷人过来装的是吧？这有些人的脑容量啊太小了，这记忆力只有一丁点儿。事到如今，我到底有没有钱，你忘了啊？这对于我国文化将有重大意义。现在你们还觉得他是弄了一堆假货糊弄人吗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又怎么样？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不想卖给你车，不行吗？还是脑子不够用啊？我的话你听不懂吗？我说我是来提车的，不是来买车的，明白吗？你才脑子有病，都没买车，你提个屁的车！我看你就想在这胡搅蛮缠，赶紧给我滚！秦城，你可想好了，我这儿有你30多台车，总价值2000多万。你不让我提车，就等同于拒绝履行合同，相当于违约，需赔偿10倍。狗东西，还敢骗我！快给我滚！秦城，你说你这个脑子真……哎，次次都上当，次次都重样。
你就真这么想进去啊？啊？嘿，你还敢威胁我？保安，保安，把这闹事的赶出去！秦良，我不怕告诉你，我们秦家的汽车产业遍布大半汽车城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今天到哪儿都要吃闭门羹。你这么勇，你家人知道吗？哼！你个狗东西，还敢嘲讽我！去，告诉那些 4S 店的经理，绝对不许这狗东西进去一步。是。哼，狗东西！抱歉，先生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让你进店。哎呀，这奖池不断累加，赔款已经到了数百亿，秦家完了。哼！这儿应该不是秦家的产业了吧？就从这儿开始，震撼整座汽车城，吹响秦家的末世吧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是来看车吗？我不看车，我是来提车的。提车？请问您贵姓啊？之前接待您的销售是哪一位？我姓秦，没有销售，不过我带提车合同来了，就在外面的拖拉机上。拖拉机？可以麻烦你帮我拿进来吗？对了，这一个人呢，好像拿不完，你可以多找几个同事帮我一起拿进来。可以的。等等，您说什么？拿不完？购车合同怎么会拿不完？您不会是来我们店来消遣的吧？李姐、陈哥、赵叔，你们跟我来一趟。天哪，这么多！这也太多了吧！这都是购车合同，这得多少台车呀？几百辆还是几千辆？都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帮我搬啊！大家快帮秦先生收拾！快！多呀！这我们的业绩啊！快！对了，你们只拿有你们店自己标识的就行。这蓝色的别碰啊！蓝色里面装的是布加迪，红色里面装的是劳斯莱斯，这些我都还没去提，你们就拿你们自己家的就行啊！啥？布加迪、劳斯莱斯？哎呦！我的妈呀！真是大客户。是啊。秦先生，你行了，干活吧。秦先生，抱歉，这场面已经不是我能处理的了，我现在就去叫老板。您稍等啊。这么多，捡都捡不完。这小丫头倒是比秦家那些蠢货识趣多了。秦先生，你好，我是这家 4S 店的店长。你好，秦先生，事情啊，我都听说了，这合同能看一下吗？2期顶配200多万，A8顶配又是200万，定制
这些合同涵盖了所有车型、所有配置，我们店里所有的车，这一下子全被垄断了呀！哇，这么多！你叫秦先生，叫我小陈就行。天哪，这这个月还是咱们那个说一不二的店长吗？陈老板，你也看到了，今天呢，我是来提车的，但是这一家一家的跑太慢了。你看，秦先生放心，我这就去通知汽车城所有店长来拜见您。不错，你很有眼力劲儿。谢谢秦先生夸奖，我这就去。小小，好好伺候秦先生，满足他的所有要求，记住了。是。先生，弟弟，你还这么悠闲？你知不知道出大事了？姐，你来的正好。我跟你说啊，刚刚我狠狠教训了那个秦良，让他灰溜溜的滚出去了。什么？详细说说。我跟你说啊，他刚才过来买车去他买，然后我就把他咵一下把合同撕了。弟弟，干得好！那小畜生，他到咱们的地盘还敢闹，真以为能翻天啊？姐，经过这一出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我们面前硬气起来。哼！对了，你刚说的大事儿是什么事儿？是神豪，有位神豪在汽车城里出现了，他大肆购买汽车，包括我们家也被订购了上千辆豪车。你说什么？弟弟，你这是什么反应？那如果我说我今天是来提车的呢？不会吧？不会这么巧吧？阿成，你嘟囔什么呢？什么巧不巧的？没事，应该是我多想了。姐，你继续说。这位神豪真是太厉害了，不止我们家产业，还有其他家产业，什么孙总的布加迪、刘总的劳斯莱斯，还有何总的帕加尼，全部都被他包圆了。什么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根本算不过来啊。总之，爸对此事十分重视，已经在往这边赶了。他还吩咐我们一定要抢先拉拢到那位神豪。姐，难怪你今天打扮的花枝招展。那当然，听说这位神豪帅气又多金，比赵峰那个废物强太多了。我要是能跟他发展一段关系，姐，看你这身材，这脸蛋儿，不得把人家给迷死啊！就你嘴甜。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那位神豪就在奥迪 4S 店里，汽车城所有 4S 店的老板都在往那边赶了，咱们也要抓紧过去了。白经理，准备好礼物，跟上。是。来，我操！我没看错吧？劳斯莱斯、宾利啊，千万级的豪车啊！还有这么多型号！我去，今儿什么日子呀？怎么这么多豪车过来？跟看车展似的。哎，咱看看去。把车都停好了，这都是秦老板的车，碰着一点儿，卖了你们都赔不起。都小心着点啊，小心着点。等一下见到秦先生之后啊，态度一定要恭敬。对，一定要恭恭敬敬的。我的妈呀！他们说啥？这么多大老板啊，居然都只是来送车的。这位秦先生，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大半个汽车产业的龙头大佬都来了，太厉害了！这位神豪太厉害了。弟弟，我们快进去，走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不行啊，姐，这人也太多了。混蛋，挤进去！
个个来嘛！秦先生，秦先生，您看，各大车店的大老板都给您带来了。秦先生，各大车店的大老板都给您带来了。那就一个一个来吧。哎，秦先生，我来给您送车了，请允许我。什么干什么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？就是往后头排队去。我们可是奔驰。哼，奔驰？看看，那是阿斯顿，那是法拉利，你奔驰显得你了，后面等着去。哎，秦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宾利的负责人，是来给您送车的。秦先生，我们是劳斯莱斯，您的车都给您开过来了，您放心，油全加满了。秦先生，我们是保时捷，您开我们的车就行了，我们的车2.78秒就能破100。秦先生，选我，秦先生，选我呀！秦先生，选我！行了行了，这样，我点到谁，谁就先交车。天哪，点到谁谁交车，好小众的词汇啊！选我吧，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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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秦家怎么没来啊？秦家？秦先生，刚才啊，我看到他们了，要不我把他们带进来？秦先生对秦家是青睐有加呀。都姓秦，难道是一家人？哟，这秦家是出了真龙了。苏警官，你怎么来了？秦良，你干了什么？我接到消息，汽车城附近发生重大交通堵塞。这不是我之前跟你说的，我来提车吗？提车？你把半个江城的交通枢纽给堵了？我提的车有一点点多。你这叫一点点多？你都把整个汽贸城都一网打尽了吧？别在意那些细节。哎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这都快忙不过来了。这样，我念名字，你帮我出去验车，只要是外观没问题，通通一律验收。行吧，我们也想赶紧把这事情了了。那就好。劳斯莱斯到。怎么感觉这像是小学生报到啊？这个是劳斯莱斯的，谢谢秦先生。记得不光加满油，还得贴膜。来，这个奔驰，到。迈巴赫幻影验证通过。保时捷911验证通过。宾利验证通过。劳斯莱斯魅影验证通过。抱歉啊，秦先生，外面人太多了，一下子没找到人。不过我找到了白经理。秦先生好，我是秦家麾下宝马 4S 店的经理，我姓白，您叫我小白就行。嘿，那哪能啊？你可是把我赶出去的大人物，我可不敢对你不敬。是你？这怎么可能？给秦家打电话吧，告诉他们，我只等他们1分钟。打！沈豪您好，我叫秦嫣然，很高兴认识您。哼，你有多高兴啊？秦良，怎么是你？沈豪呢？你们说呢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给大家说明一下，最早我上他们店去提车，结果被赶出来了，还给我好一顿羞辱。什么？你们疯了吧？秦先生你们都敢羞辱啊？疯了，这是疯了！
这泼天的富贵飞到身上，居然被他们推走了。秦家现在都这么狂了吗？你少胡说！无所谓，这事儿你们狡辩不了。对了，顺便告诉你们，你们家的车我不要了。什么？你不要了？我可是把所有的车都弄过来了，你现在说不要了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秦良，别人的车都要了，唯独我们的不要，你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吗？面子？你们在我这儿没面子。秦良，你这是在羞辱我们秦家！秦良，你刚才是说这些车你都不要了是吗？小心有诈。放心，没错，你们家的车我不要了。哎，看来你还不知道啊，你那些车啊都已经交过钱了，你现在不要，等于白白送我们秦家一大笔钱。我可真是要谢谢你啊！对了，这笔钱已经到账了，这次是我们秦家赚大了。没错，姐，多亏了这么一个大傻子，回去咱爸一定会好好夸赞的。可恶啊！这对姐弟也太嚣张了！他妈的，这垃圾玩意儿就是欠揍！老子真想踹死他！哼！嘘，各位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这可是这位秦先生自己说的，不要我们的车。不得不说，秦先生做生意的方式，我可真是太喜欢了。秦城，你不觉得你高兴得太早了吗？哼，秦良，后悔了。我刚才可确认过了，你现在就算后悔也没有用。你那些车，就算你想要，我也不给了。秦良，这就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不如你现在求一下我们，说不定我们大发慈悲，还能给你1台2台车子呢。这家伙怎么还这么淡定？难道他真的这么有钱，一点都不心疼？秦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我去你们家每一家门店的时候，都直接说了提车，结果你们把我拒之门外。这按照合约呀，拒绝提车，原价退车，外加10倍的赔偿。你们先算算要赔多少钱吧。天哪，还有这手！拒绝提车还不止一家，也就是说，是秦家先毁约的。这得多少钱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啊！谁没事会撵走一个提车的人？你胡说！没错，你一定是在挑刺儿。你有证据吗你？证据？我猜到你会这么说。苏警官，面对他们家店门的马路上，是不是有监控啊？如果需要，我们可以帮你调监控。小弟，你都干了什么呀？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做呢？姐，之前我跟你说的时候，你还说我干得好啊。行了，别吵了，先算算你们需要赔偿多少钱吧。别算了，别算了！秦先生，根据您提供的合同计算，秦氏将要赔偿您的金额为120亿6千万。多少？这不可能！你一定是在讹我们！您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自己算。
这不奇怪，秦先生买的车可是把江城汽贸市场的车都扫空了。哼，你们呢还是10倍赔偿，这不赔得倾家荡产啊？可能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爸一定会打死我的！姐，你快救我呀，姐！姐，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秦城。要不是你这个祸害精，他怎么可能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们？这下完了，全完了！姐，怪我？这些年难道你就没有欺负他吗？是你跟妈说，他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鳖，是个贱种，随便我们见他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了？秦良，你相信我，你放过我。晚了，100多亿的赔偿，你让我放过你，你有多大脸呢？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为什么呀？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，可我也是你的家人啊！闭嘴！就你们也配叫家人？苏警官，把他们带走吧，这笔钱他们赔不起，这个牢他们坐定了。住手！爸，救我！爸，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坐牢啊！秦良，你怎么敢？秦天雄，你来的正好，他们赔不起100多个亿，你应该能赔得起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拼上你整个秦氏集团来救你这双儿女啊？天雄，你不会不管阿成和嫣然的，对不对？秦良，你闹够了没有？都是自家人，多大点事儿，非要搞出个100亿赔偿？要我看，让他们给你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对，我们道歉，大不了自罚3杯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，你这样六亲不认，你也捞不得好。果然呢，不要脸，一家子都是不要脸的。你说什么？秦天雄，少废话！要么拼上你这辈子的心血来保他们，要么眼睁睁看他们入狱。你没有第3条路可以选。你，爸，你会救我的，对不对？爸，选！畜生！自己进监狱好好反省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不管我了？爸，只有我一个也好啊，你一定要保我呀！闭嘴！你们姐弟俩天天给我惹祸。秦天雄，你干什么呀？他们可是你的亲生骨肉。还有你，要不是你教出来这2个惹祸精，我能落到这么狼狈的地步？哎呀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！秦天雄，你果然够狠，儿子、女儿、老婆，说不要就不要，说翻脸就翻脸呢。阿良，爸爸之前让他们给蒙蔽了，竟然没发现你这么优秀，爸爸知道错了。爸，你这是在跟他认输吗？爸，你开玩笑呢，对吧？你这样，我们怎么办呀？让你们闭嘴，没听见呢？你们呢，还不明白啊？我现在掌握整个江城的汽贸生意，只要动动念想，就可以让秦家的汽贸生意灰飞烟灭。他秦天雄凭什么不向我低头啊？天雄，他胡说的对不对？你打拼了这么久，才有现在的基业，他凭什么？就是啊，爸，这怎么可能？
他怎么能用几天时间就超越你半辈子的打拼？爸，你快戳破他的谎言啊！快啊！爸，你说句话呀！哎呀，一群蠢货，真相都摆在面前了，还在这做梦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阿良，爸知道你心里还念着亲情，之前是爸做的不对，从今以后只要你肯回来，爸一定。秦天雄，你别在这惺惺作态了。自从你当年出轨小三，用尽办法让我妈离开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被原谅的资格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不，阿良，爸当年也是有苦衷的。够了，秦天雄，我现在没有兴趣跟你掰扯当年的旧事。我现在唯一想做的，就是让你身败名裂，破产入狱，告慰我妈的在天之灵。各位，我想让秦氏集团在汽贸城彻底消失，你们可愿帮助我？秦先生放心，你有意对付秦家，我愿意第一个为你冲锋。开玩笑，随手订几千辆豪车的存在，要灭一个秦家，还不是轻而易举？哼！算我一个，秦先生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立刻取消跟秦家的一切合作。我也是。你们怎么敢？秦天雄，你也算个人物，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啊，有眼无珠，放着秦先生这么好的儿子，你不珍惜，还把他赶出家门，哼，你不死呀，谁死？自作孽不可活，秦家完蛋喽！秦天雄，你可太可笑了！你以为抛弃我们这个小畜生就能原谅你吗？殊不知从头到尾就想把你也一起踢出去了。闭嘴！阿良，我可是你爸，你确定要做这么绝吗？我说了，你不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你以为靠他们几个就能让我秦家破产？我告诉你，你太天真了。我早已经投靠司徒家了，我看谁敢动我！秦先生，这下可不妙了。司徒家权势滔天，整个江城无人能敌啊！爸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。秦良，我这下看你还怎么嚣张！就是，你再厉害，能比得上司徒家一根手指头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背后的倚仗是司徒家呀？我已经通知他们来看好戏了。司徒家老爷子，司徒家大小姐，等等，怎么李城主也来了？司徒老爷子、李城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秦小神医，我代老李感谢你。小神医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呐！这是我的谢礼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什么？小神医？他就是救治了李老爷子的小神医？假的吧？这一定是假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医术？秦小神医有神药，可谓包治百病。这种医术可谓旷古烁今。可笑秦家居然把他驱逐，捧着你这种废物。
这不可能！你只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小畜生，怎么会有这样的能耐呀？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秦小神医，要不要老夫帮你收拾秦家？老爷子，您误会了，我请您来就是为了杀人诛心，让他知道他背后的底牌毫无意义。至于置他于死地的东西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城主大人，这是秦家这些年的犯罪线索，您顺着线索查，一定会挖出惊世大案。苏警官，秦家的各位，请跟我走一趟吧，配合调查。秦良，不，哥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知好歹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秦良，好弟弟，你就原谅姐姐这一次，姐姐一定好好疼你，把你当亲弟弟。没用的，他做了这么多，不可能放过我们的。不，秦良，你就放过我们吧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要死了。带走。老实点，走。不要，走，走。秦小神医动如雷霆，让老夫叹为观止啊！哎，对了，老夫也有一份礼物。恭喜宿主，良田出现特殊收获，请立刻前往收割。老爷子，我还有点急事儿，就先走了，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注意啊！这是婚书？这地里还能长婚书呢？京都柳家大小姐柳如烟。